经过了4年以后，那位年轻的小伙子毕业了，那位餐厅的老板也没有看见那位，没有看见那位年轻的小伙子来用餐。经过了20年以后，台北的商场要改建，因为老旧的店要改建要拆除，因为那一家餐厅是用租的。这时候这位餐厅的老板跟他的老婆就说哭哭啼啼的说怎么办？以后维持生计的店要被拆掉了啊！儿子又在美国，又不能回来。这时候他哭哭啼啼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位开着 BMW 很豪华的车子，然后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来了那一家餐厅，就跟餐厅老板说：“老板，我家的大老板有开一间建设公司，然后要请厨师就对了。”这时候那餐厅的老板就说：“天下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要请我了，请那位餐厅的老板啊，然后不用出钱，不用出什么费用，然后赚的红利全部一半归给这位餐厅的老板。”这时候那餐厅的莫名其妙就跟着这位英俊挺拔的那司机就到了那间公司。到了公司以后，那位餐厅的老板那位餐厅老板很好奇，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机会啊？然后这位司机呢就带领着那位餐厅的老板到了楼上，见到了那位董事长。那位董事长就是那20年前那位年轻的小伙子。看到的时候说：“你一碗白饭比不上我现在给你的所有的餐厅的红利了。”你看一碗白饭就好像或许讲的人助自助人助，然后才会天助。所以呢，你有3分的诚心上天就会助我们7分，打帮助到。所以呢，接下来就民国24年，要到隔年的时候，24年的时候，我们的师尊老大正式引渡道德武学社所有的社长孙其坤以及副社长杨冠楚，以及时有一位道德武学社的一位成员，就是我们的张武成张老前人。就是因为有那个三星客栈的老板李宇中的引渡之下，才认识了道德武学社。那认识了以后，在民国24年的时候，因为社员道德武学社的社员就成立了道德坛。这个道德坛就是我们新义坛的前身我们新义就是从道德坛这边开花枝叶，从这边开始的，从这边萌芽。那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副社长杨冠楚杨老前人他刚求道之前，就好像我们排斥别的宗，他笃信佛教和武术的嘛，他非常排斥。所以如果我们师尊要引渡他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我们师尊老大他非常有智慧，他回去那个济南那个地方，带领了3才，然后来到道德武学社，然后3才就显化了，打帮助道，仙佛显化就是我们的关圣帝君显化，打帮助道。然后这有小小的差距，就是天才显化，对不对？那个小的那个天才然后仙佛来附身，然后竟然耍得动那一把，然后武术道德武学社旁边不是有武术嘛，有那个关刀嘛，竟然那个小小的一个天才，竟然拿起那个几十斤的那个关刀耍了一套那个关刀，对不对？然后就拿着那个关刀往那个杨冠楚杨老先生的面前那个一劈，差一点就劈到那个杨老前人了。这时候他恍然大悟，说：“道真的是非常的可贵。”这就是里面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在民国24年的时候，1935年的时候一段小插曲。那24年完了以后，成立了道德坛嘛，就是我们新义坛的前身。隔年25年的时候，我们的里面的张武成张老前人，他认为说道德坛这边的道路已经蓬勃的发展，然后容纳不了所有的组织都非常的完整，可是呢，需要再找一间更大的佛堂。所以呢，我们的张武成张老前人
天津的河北大街啊，寻找了一栋2楼透天的独栋大宅院。那这栋大宅院呢，就让我们的张武成张老前人他设我们的新义坛，这就是我们新义坛的由来。新义坛其实在设坛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小小的插曲，就是说这个2楼的独栋的大宅院啊，为什么地理这么好，为什么没有人住呢？因为它的形状像它是一栋正方形的，然后前面有一个开口，一个门，后面有一个开口，然后前面有一条河啊，就好像一只乌龟在吸取那个日月精华。有地理人解俗称的人家说的，除非你是大富大贵的人，否则你住不起这栋大宅院。那我们的张武成张老前人呢，他认为我们的道是非常的宝贵啊，道真理真天地真，这是至高无上的道，任何的妖魔鬼怪绝对侵犯不了。所以说，我们的张武成张老前就买下了这一栋2楼的后天的独栋大宅院，而成立了我们的新义坛。我们的新义坛就从这边开始萌芽，萌芽了以后，那一天当天晚上也是有一些我们的当天在设坛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师尊老大人亲自主持主坛，然后命名为新义坛，这就是新义坛的由来。然后当天晚上啊，真是狂风暴雨啊，真是俗称的妖魔鬼怪要来讨就对了，要说这是我们住的地方，为什么有人要来侵占呢？这时候我们的关圣帝君就显化了，在2楼。这2楼的后天大宅院的2楼的栏杆，帷幕的栏杆，画下了一道大概寸余寸，大概寸长的那个栏杆上有一个被刀砍的一个深痕的，就对了。这就是印证我们道真的非常的真，这就是我们道德坛的由来，一些小小的一个插曲。那接下来因为要用跳，或许都是用跳，重点是的方式用跳的。前面地段大概都在讲说前辈子开荒修办哪边的苦心，然后第2段或许还会进入主题，就是进入他们的身世，还会讲第2段的时候才会讲到，前半段都是讲重点是开荒，所以或许没有讲到谁渡谁，几年求道，几年领命，点还是第2段后半段的时候，或许会再补充一下。所以呢，到了民国27年的时候，25年直接跳到27年。27年的时候，西元1938年，我们的张武成张老前人就前往东北，因为在天津嘛，天津东北很大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张武成张老前人就前往东北哈尔滨开办修办道，就独自前往那个地方。所以在哈尔滨成立了东北哈尔滨成立第一坛，就是我们的总一坛，就是新义在东北开荒的第一个坛，就是在东北成立哈尔滨总一坛，道德坛在东北就是总一坛。接下来呢，就是民国28年的时候，我们的1939年，我们的张老前人，张武成张老前人就派我们的邱洪武邱老前人由天津赴哈尔滨，住在那边。因为大陆非常的广大，小小的一个台湾就有大陆就这么蓬勃发展，有18支脉在台湾，你更何况在大陆东北这个地方，一个省就比我们台湾还要大好几倍。所以呢，我们的张老先生就派我们邱洪武邱老先生常驻在那边，说由天津移身移驾
然后接下来呢，就到了民国29年的时候啊，1940年，我们的盛考宾盛老前人啊，他就开到牡丹江，然后就引渡了我们的何老先生，在那时候引渡，因为他先引渡张炳君张老先生，那我们何老呢就是以张炳君当引师引来求道，所以张老先生也是我们新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前辈者，是值得我们记。如果没有张老先生引渡何老来求道，可能我们现在台湾绝对没有这个新义的出现在台湾，所以隐私，所以我们三师很重要，点三师、隐私、保释都很重要，都是一个媒介，都是因缘。所以接下来呢，就直接又跳到民国36年的时候，直接跳，都用跳的，因为很多人。到了36年的时候啦，我们的何老先生，他就将天津的新义坛的道路拓展到台湾然后他拓展到台湾，其实也历经波折。他先从天津36年的时候，正月的时候从天津这个地方，然后坐车到了上海这个地方，然后辗转坐游轮，坐中心轮，然后到基隆，台湾的基隆，然后到了基隆以后，上岸了以后，就直接搭车火车，直接南下到台南这个地方。所以在民国36年的时候，1947年的时候，何老先生由天津、上海、基隆到台南，他带领的人才有孙正阳，然后有王春茂、马仲林以及天才张长江等人，以及有2位军夫啊。以前我们台湾不是是日本的殖民地嘛，然后以前8年抗战，所以从台湾调军夫到东北去抗战，然后我们抗战胜利8年抗战胜利以后，东北呢台湾的军夫想念家乡，所以就追随了那2位前贤，然后跟着2位前贤引领着我们何老前人以及所有的人才，然后渡中心轮，然后到台湾来。然后在民国36年6月15的时候，夏季大典的时候，在台南看西街成立来台的第一坛，然后我们的老母娘就赐名为纯阳，这就是从最早的道德坛，然后来就是新义坛，然后就台湾第一坛就是纯阳坛，就是这些比较重大的事迹啊。然后这时候呢，其实里面还有种种点的事迹，像来台湾的时候经费不足，人生地不熟，然后到处碰壁啊，然后没有经费怎么办？没有经费，就由我们孙正阳跟马仲林我们马仲林前人，他们2位，然后到虎尾高中当任教就对了，然后把所有赚来的费用他的薪水，然后贡献在我们的水阳潭，当做道路的推动，当做道路的推动。你看过去前辈的赚钱是非常，以前赚钱就非常辛苦了，又人生地不熟，那刚好我们的孙正阳跟马仲林他们都是受高等教育，在大陆的时候他们都是大学以上，然后孙正阳他是从事土木，他是读土木系的，然后也过去大陆他们有正腔的国语嘛，所以他们就到湖北高中去任教当国语，然后赚了钱，供资助开荒的费用，所以呢，就让或许想到小小的故事，就是说，从前有一位爸爸，这位爸爸他有一个小女孩，很小的，大概6、7岁，很可爱，就好像或许有在当读经班的，带读经班，小过3岁半而已，很会那个读经呢。
牺牲很简单嘛，牺牲就是把你最喜爱的东西送给别人，把你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送给别人。这时候呢，小妹妹就知道了，哇，原来牺牲就是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送给别人。经过了几天以后啊，这位小妹妹啊，然后很天真的就写，因为她爸爸生日就写了一张卡片，然后写了一张卡片说祝爸爸生日快乐，你是我最喜欢的爸爸，我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把她自己最心爱的棒棒糖放在她爸爸的口袋，西装口袋，跟着卡片放在里面。她爸爸不知道，她爸爸上班的时候，忽然在口袋拿出了，奇怪什么东西啊？然后拿起来看，什么棒棒糖？还有一张卡片，写着说：“爸爸，你是我最喜欢的爸爸，所以我将我最喜欢的东西送给你啊，多温馨啊！”你看他的爸爸可能是当场痛哭流涕，所以呢，这就是智慧。就像我刚才讲的孙权人，他牺牲啊，他这种牺牲的精神，他为道，他把他的心思贡献在道上，就好像那位小朋友，他把自己心爱的东西送给了他爸爸。棒棒糖，你看小孩子棒棒糖他是最喜欢的嘛，对不对？爱不释手。有的小朋友，我相信各位同学一定会知道，一定会听到这个故事，就是说小朋友有的人说贪心啊，那糖果罐对不对？然后糖果罐瓶口很小，有的小朋友看到糖果罐就伸进去，那抓了一大，拿不出来，对不对？你看糖果是小朋友最喜欢的，可是那位小朋友小妹妹竟然有这种举动，这就是或许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小的一个典故。那接下来呢，你看或许就把它整理了。到了民国36年，其实36年很多重大的事情就发生在36年。除了我们的何老先生，他来到台湾开辟台湾以外，在民国36年的时候，还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228事件。大家知不知道228事件。我们的师尊老大在民国36年怎样归功成道，对不对？也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我在36年的时候，你看36年1947年的时候，我们在8月中秋的时候，我们的师尊老大人呢，他怎样？他南北奔波啊，这种辛劳，我相信可想而知的。如果一个人从你看台湾这样南北后学啊，有那个专研班的，有时候我们巡洋海有专研班，在北中南都有开这种轮流的在上课，有时候要台南到台北，好累的，有时候都不想去。你看，我们知道大陆呢，因为一个小小台湾300-400公里就是觉得或许就觉得怎么累，像何况是大陆几千公里的南北奔波，所以呢，我们的师尊老大在民国36年的时候，8月就归功成道，然后册封怎样天南国，你看，所以都印证了《弥勒真经》里面所说的怎样大正至专王朝庆。你看，从最早的师尊